咁啊，恭喜嚴明熙啊，Gigi啊！今日咧9月20號啊，終於咧可以一個人另一個身份咧現身咧香港東九文化中心出席有份原創粵語音樂劇叫《一束光高坤的記憶》嘅記者會。今日對佢嚟講咧，可以叫重新出發，展開新嘅一頁啦。咁啊，嚴明熙咧接受訪問話咧，其實咧佢同無線咧已經完晒成份合約，而家咧就變咗係佢自己開咗間公司。呢間公司開咗幾耐咧？2日，計埋佢有4個人。公司叫然後，果然個然，歌後個後。佢話咧，阿嚴明熙話歡迎咧其他唱片公司嚟揾佢噶，因為我唔知間公司會做幾耐。哈哈。咁咧，記者問佢係咪覺得無線好多規管，而家會自由啲？咁啊，嚴明熙都好識講嘢，20歲女嘅咋？咁啊，當然唔係啦，我係好自由噶，不過我又冇乜約束，可能係大家一啲方向咧，大家未必夾得嚟。咁其實大家嘅呢啲關係係冇嘢嘅。咁問到擔唔擔心咧，俾無線咧啲大台封殺？嚴明熙咧好搞笑咁話：如果你想佢哋封殺我，咁就封殺我啦。咁之後記者又問：之前同無線出嘅歌咧，可唔可以唱啊？呢個版權嘅問題，我相信嚴明熙都好坦白咁講，佢話咧個有啲困難，因為相信每陣時咧都要溝通嘅。佢話溝通完咧都會好啲嘅。咁記者又追問啦：係咪真係未溝通啊？之後嚴明熙就話未，因為未開始有機會咧唱其他歌，咁所以未傾到呢方面嘅嘢。咁記者又問佢：仲有冇其他歌咧做咗未出？咁啊？嚴明熙都答好似有嘅，又好似冇嘅，我唔記得咗，但又好似有。咁啊，講真啦，如果無線同佢走得開心嘅，咁先會即係俾翻版權佢，咁啊梗係收錢啦，唔通俾你任唱咩？啱啱？咁如果你話未出嘅歌，咁其實講真，對嚴明熙20歲啫，咁啊，如果佢有能力可以揾到第二啲創作人啊，唔驚無線嘅話，咁啊同佢咧自己可以作個第二啲歌咯，係咪先？即係如果無線認為有需要嘅合作關係嘅，遲啲都會俾翻佢唱，錢銀瓜葛啫嘛，係咪先？咁啊，講翻點樣無線之前咧，翻轉頭啦，即係無線咧說咗佢成年噶啦，由2024年4月底咧開始說咗佢咧，超過將近1年半到啦吓。咁而家就正式咧，基本上咧，大家就叫解除合約噶啦。咩事咧？就係因為支持咧，嚴明熙之前咧就同阿無線傾續約咧，傾唔掂啊。咁所以咧，基本上啲工作咧，之前2024年4月底開始咧，就基本上咧連台慶呢啲都冇得出噶。咁直到咧啱啱9月底咧，而家個約咧就正式到期啦。咁咧無線喺官方藝人個招庫咧，亦都將佢呢個咁嘅嚴明熙個資料咧就刪除咗。咁啊正式代表佢離巢，雙方咧合作咧就畫咗個句號。阿老姐咁樣睇嘅，第一佢自己咧開一間公司，我覺得絕對係好事嘅。雖然我唔知有間公司嘅規模，但係起碼即係嚟講咧，佢有佢自己嘅人物，有佢自己財力，佢先唔需要咧再依靠其他公司。因為咧你再同其他公司傾，譬如英皇咁，英皇可能又要同無線合作，咁可能無線又未必想英皇過嚟咁樣，係咪 ？Sony 之前傳 Sony， 可能大家個合約方面咧又未必傾得掂，咁其實最好嘅嚴明熙自己自咗一間公司，我中意咪同你哋Sony 合作下，或者英皇合作下，可能唱部分歌啊，開個合作合唱歌，或者開個演唱會，咁呢啲變咗個流動性會好啲啦，即係彈性好啲。我覺得對嚴明熙一啲自主度想高啲嘅人都好嘅。另外咧，好明顯咧，我覺得佢個焦點啦，即係我自己睇法啦。當然啦，香港都係佢一個成功嘅起步市場，咁但係咧，如果以佢嘅實力嚟講，可能佢即係未必淨係關注喺香港市場。咁如果佢需要進軍內地嘅話，如果你下下咧跟住啲大唱片公司，就有好多嘢咧需要等到其他唱片公司岌頭啊、認受啊咁先做到嘢。咁變咗如果譬如間公司係佢自己屋企人啊，或者佢啲親友開咧，咁變咗佢哋自己可以合作方面咧，同大陸溝通方面咧，會嚟得直接同埋會快嘅。咁所以對佢嚟講咧，發展係好嘅。所以如果係嚴明熙嘅 fans， 我相信大家都會應該戥佢高興咧，就可以開到自己一間公司，變咗自主度咧真係大咗。咁喺度最後問下大家啦，如果
娛樂花生堂想問下你哋啦，你哋覺得究竟嚴明熙自己開一間公司好啲啊，定係跟翻其他大公司好啲咧？可唔可以話俾阿佬知道咧？娛樂花生堂呢個 channel 咧係專門講一啲咧關於咧娛樂新聞嘅資訊，歡迎大家咧做翻個訂閱，撳翻個鐘仔。今條片講到呢度，下條片再見，多謝晒大家，拜拜。